圖加9式，第一式個名係混元一氣，其實就係納氣啦。深呼吸，首先吸氣，由氣帶動，雙手提高，去到頂，去到頂之後呼氣。跟住係氣沉丹田，咁樣為之一次，咁我哋做3次。記住係腹式呼吸，即係個肚吸氣時候個肚脹大，呼氣個時候個肚先至收回。好，跟住第二式，第二式係兩隻腳可以分開啦，第二式叫做仰單天嚟。首先搓2隻手，搓亂咗之後咧，就放喺腰骨對落少少，近住丹田嘅位置，即係保持對落少少，同埋對入少少，近住尾龍骨入少少，丹田嘅位置。咁維持一小段時間，我自己大概係6下深呼吸左右啦。咁隻手唔再亂啦，就再嚟。我哋做3次嘅都。好，第3式半運3陰。首先手咁樣擺，手背貼住尾龍骨，約莫呢個位置，腰部，跟住微微轉手攞氣，係吸氣，提手。吸氣直到頂啦，跟住開始轉手，呼氣，咁樣轉9次，轉9次之後到右手，同樣啦，吸氣提手，去到頂，轉手，呼氣。咁樣為之一次，亦都係做9次。跟住係6經補肺，吸氣提手，雙手推前，跟住呼氣。9次。收回隻手嗰陣時係反轉落到嚟呢度，好9次之後完咗，慢慢收，氣沉丹田，之後係撐天好地，吸氣提手，雙手分開，撐出。一直撐出，吸氣之後，呼氣，咁樣撐天覆地。咁我亦都係大概6下深呼吸左右嘅時間咧，跟住就轉第二邊，又係吸氣向上，呼氣向下。好，6下深呼吸之後，收，咁樣為之一次，我哋做3次。不過我哋做嗰陣時，通常都連續做3次到最後先收嘅。好，跟住係大周運轉，亦都係啦，
兩腳可以分開。咁我哋係吸氣，伸開隻手，伸隻手，之後可以全身放鬆，跟住吸氣提手，全身放鬆。跟住咧，吸氣，腰咬後，雙手同腰都咬後。吸氣，呼氣向左，就係大概維持6下深呼吸左右啦。跟住向右。6下深呼吸左右嘅時間，跟住就收氣沉丹田。因為呢個比較用力，所以我哋都係左右之後就收一次。咁呢個一套動作做3次嘅啫。好，跟住下一式係小舟運轉，咁就亦都係將佢分開。我咁樣擺呢個位置可能睇得清楚啲，咁咪先放鬆啦。吸氣之後，呼氣，頭部向入收，即係其實收到個下巴。貼住條頸咁樣，跟住開始彎低頭。其實主要係想放鬆晒成條尾龍骨，由頭頂到尾龍骨一路向下，一節一節打開落。慢慢彎，就感覺到啲骨一節一節咁打開，唔需要急呢個。而家差唔多係背部啦，我跟住到腰部，跟住已經係尾龍骨啦。尾龍骨再落，大腿、膝頭、小腿全部拉扯緊。跟住咧，可以嘅話，我哋呼氣再盡量再落，去到自己嘅限度啦。咁啊，又係維持一段時間。呢個我會維持大概我相信6下深呼吸，我自己有時係9下深呼吸左右嘅時間咯。